奥地利的莫扎特巧克力都是真出名，不过新冠疫情以后经济歹，加上可可啊价格直直起，成本增加较活脱，这厂商只好把生产线刷去东欧，减轻压力。奥地利维也纳一间高级糖仔店内底，师傅咧为讲是奥地利美食经典圆球礼莫扎特巧克力球做最后的设计。Die Mozartkugel ist für Österreich ein Aushängeschild, genauso wie es vielleicht die Sachertorte oder auch der Apfelstrudel oder der Mohnstrudel wichtig ist. 海因德是奥地利当地几啊间莫扎特巧克力球的公司之一，是一个家族企业。所谓巧克力依然坚持手工制作。不过，因是莫扎特巧克力的创始店，1890年萨尔斯堡的皇家点心师傅保罗·菲尔斯特研发出上原始的莫扎特巧克力，是用作曲家莫扎特当作是包装的方式，也是伊想出来。1905年世界博览会，伊阁摕金奖。莫扎特巧克力球受到大家瞩目了后，真侪品牌都开始模仿。不过，因为点心师傅菲尔斯特无较早申请专利，致使市面上出现各种的版本。除了奥地利本地厂商，连德国、瑞士甲美国的食品大厂拢在做，甚至阁出现中国籍莫扎特巧克力。最后，几间公司为商标拍官司。法官裁定大家拢用做莫扎特巧克力球，不过爱用包装甲商品的名字各自表现。新冠疫情带来景气落差，加上国际可可豆价格一直欠悬，所有厂商拢面临利润减价制甚至营运危险的问题。法新社报道，有其中一个小名莫扎特巧克力球品牌美国食品大公司易兹。今个月已经将生产线为莫扎特出世的所在奥地利萨尔斯堡刷去东欧，而且营养成分巧克力球的当中也减轻。Ganz ehrlich, ich würde das nicht tun. Ja, das ist aber meine persönliche Meinung dazu, weil ich sage halt so, wenn einer nach Österreich kommt, dann möchte er auch österreichische Produkte mit nach Hause nehmen. Und speziell bei der Mozartkugel ist es so, dass da die Leute schon darauf schauen, dass das aus Österreich kommt. 虽然莫扎特巧克力球的介绍为一粒0.5美金到3.5美金拢总付，不过一分钱一分货。有人算盘跌价，做成实商业考虑，不过也是有人要挟品牌故事，坚持原汁原味在地生产。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辑。